台语文学伫艺术的分野，文、录音、单字文。做一个台湾人，你敢有法度用这块土地几百年来的语言表达意识？敢有才调用台文写生命点点滴滴的记录？我想，多数人的答案，定定是听讲会使啦。毋过，若是要读写，就考倒一堆师傅。咱无语互教育结束的因端，致使台湾变成无语墓地。搁咱的媒体再来，拢强力营造讲台语的，毋是乌道老麻，就是普通讲，还是乌白配喙烂。讲土话一款改善家，佮无水准的乡土形象，互真侪人对台语产生歪错的想法，甲负面的印象。咱拢知，语言是文化的转运体，是每一个族群情感表达和思考沟通的特有展现。迄是独一的想事，无应该甲语言分关系。阮自无语意识觉醒了后，就坚心用台语文创作。几当前，天公伯将阮和艺术牵红线，自安尼有机会开始用台语诗的形式，为这艺术创作写台语的创作小界。这是一种下领域的连结甲试验。人讲，机会是留予准备好的人。2023年3月，阮真欢喜，有机会甲台语文学史搬上艺术的舞台，甲艺术家连同主做伙办一场要几个月的素心声甲翻译台语诗的联展，借着艺术，互台语伫无共领域的舞台青阳见光，互参观的来宾看到咱台语文学的水，一点拢无输华语文。咱用上踏进生命的语言来讲生命旅程的故事。这场素心声甲翻译台语诗联展，互侪人经历一摆独一无二的台语文学甲艺术的响应。一个下领域的试验，虽讲伫呈现上有暂然的难度，不过阮嘛是介面烂。理由真简单，就是希望咱台语有一天会当伫咱的土地普遍化，会当看到台语伫无共领域的各层面行出发展的路，亲像是艺术、戏剧，还是科学。我相信，只要咱认同台湾，认同这块土地，透过正面心态欣赏家己母语的特有性，信念的力量绝对会伫母语的世界开出上水的花蕊。